后来乡亲啊，转台湾上悬的椰蛋树离个苗栗的通宵，25米悬，大约有7层楼啊悬，暗时点灯真水。 空翕镜头，一张25公尺长、超7层楼高的南洋杉椰蛋树，出现伫咧苗栗通霄镇虎头山步道附近。镇公所请真侪人来遮布置，伫咧暗时点灯后，这张南洋杉就亲像变身地飘。啊，那苗栗市民广场冒一张椰蛋树，请大家注意。 这张椰蛋树7公尺高、4公尺宽，用5花植树斗搭124块花布，伫咧顶面跳8类代表富贵的牡丹花，展现客家气氛。那我想苗栗市有8、9成以上的这个市民几乎都是客家人，所以呢，在今年我们就特别选用具有客家这个代表意味的这个颜色哈，也非常的喜气。 苗栗公馆乡有一张竹啊稻草做的椰蛋树，结合农业，利用竹编艺术，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圣诞树。我们也有设计小的卡片，让大家可以把新年心愿系在这上面。竹啊代表步步高升，扫啊代表祈福吉祥。特色椰蛋树替苗栗各地风景区增加过节的气氛。